聖經金句句句金，一朝一句，好開心啊！係老友記早晨啊！最近咧，靚仔牧師發覺啊，喺好多嘅小販中心咧，就多咗一種叫做雲吞麵嘅連鎖店啊，雲吞麵嘅連鎖店啊，叫做後港名記雲吞麵，後港名記雲吞麵啊，佢唔會賣得好貴嘅，一碗嘅雲吞乾撈麵係4蚊。當然睇唔同嘅小販中心啦。嗱，除咗擠叉燒咧，仲有4粒雲吞啊，唔係2粒啊，4粒雲吞啊。嗱，雖然平啊，但係佢個雲吞麵嘅麵咧都係 Q 地，好彈牙嘅，唔係嗰啲軟白白嗰啲嗬，唔係嗰啲軟白白好難食嗰啲嗬。一碗嘅雲吞湯咧12粒，只係3溝半喎，仲加多幾柱嘅呢個菜心。對我嚟講係全新加坡最平嘅雲吞湯啦，係咪啊？3溝半嗱，有機會你可以試一下啦，喺大巴窯啊都有幾檔嘅喎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羅馬書10章9節，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上帝叫他就係耶穌從死裏復活，你就必得救。羅馬書10章9節，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啦。老友記啦，呢句咧係我哋得救嘅關鍵啊嘅金句嚟㗎吓。嗱，有一擺咧，我同師母傾偈嘅時候咧，就忽然間啊，佢就同我開一個玩笑，佢就問啊，我應該係咁講啊，我同呢個師母傾偈嘅時候，我就同佢開咗個玩笑啊，我就問佢啦，你知唔知道而家我要去哪裏呢？你知唔知道而家我要去哪裏呢？老婆就講，去邊度啊？去哪裏啊？阿靚仔牧師就話，我要去到你嘅心裏，我要去到你嘅心裏啊！你知不知道現在我要去哪裏？我要去到你的心裏啊！呢啲叫做情話大公開啊，毛管陣啊！相信如果你而家追緊女仔啊，你講呢句話，我要去到你嘅心裏，哇，感動啦！我哋老夫老妻講呢啲啊，就兜巴冚你啊，開玩笑啊！當然有人可能以為你係開玩笑啦，口輕輕心浮浮咁嘅樣，係咪？嗱，希望你對耶穌都係咁講啦，我願意去到耶穌嘅心裏啊！嗱，正如啊有一首經典嘅路歌，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，我嘅心裏只有你沒有他。住在耶穌嘅心裏，更重要係你願唔願意打開你嘅心門，邀請耶穌住在你嘅心裏呢？嗱，嚴格嚟講啊，應該係耶穌主動發出邀請啊，你進入耶穌嘅心裏係最重要嘅。只不過呢，我哋牧師咧經常容易俾你明白啲，就講讓你打開心門，你嘅心門嚟迎接耶穌進入你嘅心門啦。呢個係簡單嚟講啦。所以呢，我哋可以唔使驚，耶穌喺大廳，唔使驚，耶穌喺大廳就係入你嘅心咯。咪無論點樣都好，得救就係你口裏承認耶穌是生命嘅救主，心裏相信耶穌是死裏復活嘅主，所以復活主就能夠幫助你勝過死亡，你得着永生嘅盼望。嗱，希望嗰啲未信耶穌嘅老友記，你可以同耶穌唱一首經典歌曲。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，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，只有耶穌
只有耶穌真正錫到你窿晒，只有耶穌係真真正正嘅錫你愛你，只有耶穌真正為你犧牲，使到你得着呢個幸福。所以基督徒嘅老友記，我哋可以為耶穌嚟服侍呢個別人，就算我哋為着呢個傳福音我哋要放下自己嘅面子，放下自己嘅懼怕，放下自己負面嘅思想，因為我哋所相信嘅神係主耶穌，係一位復活嘅主。我要宣告，我要宣信，耶穌就是復活嘅主，我生命嘅救主。耶穌嘅復活只能夠救我脫離呢個兇惡啊！好啦，而家靚仔牧師就清唱一段，我的心裡只有你，沒有他咯。靚仔牧師會宣告，我嘅心裡只有耶穌，沒有其他。我的心裡只有耶穌，沒有其他。好啦，請聽啦，我的心裡只有你，沒有他。我的心裡只有你，沒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並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夢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牽掛。我的心裡沒有他，嘿，我的心裡只有你，沒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並不假，我的眼睛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為了你畫，從來不是為了他。